位于南区田寮里长办公处，12号下午举行爱心食物银行南区分行的揭牌仪式，有着社会局机要秘书吕维英以及赞助单位社团法人、高雄市社福主神总会成员，以及地方议员、里长和区长共同来揭牌启用。来自高雄，咱的社福总会的所有的好朋友，会当来甲阮即个设立食物银行，互阮的即个南区会当有即个更加侪爱心，会当投入这个资源，会当来帮助阮需要到三间的人。而且嘛特别感谢吼。我是伫高雄啦，我是伫高雄，刚刚区长嘛讲咱伫高雄啊，有哪夜区夜市过来咱台南遮服务，实际上有哪真感谢咱社会局有即个机会阮伫高雄过来咱台南遮。来这学习，来这替大家做一个服务安尼啦吼。田寮里长陈明慧办公处虽然所在无大，不过会用的放的食物也是袂少。当初透过办公处总干事，甲着当地教会的媒合，才得到高雄社福主神总会全力相挺。吴牧师因为他的引荐，然后我们才有机会成立到今天这个食物爱心银行。那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我爸爸前王里长他的理念，也是说，要我们是可以服务到一些弱势的族群。很多人都觉得说，弱势族群可能是低收、中低收啊、儿少啊，还是中老这些。可是其实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怎样？有这些边缘户，其实更需要这些东西。有了台南市第5区食物爱心银行的设立，未来受惠的不只是田寮里，而是扩展到整个南区。希望对着中低收入户或者是边缘户，提供上实质的服务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